嘿。这有两个原因啦，第一个是因为我本来就真爱讲故事，那个大家若听到我讲故事，感觉真笑开，真心实，安尼我就足欢喜。第二个是因为等下大家就知，我去这座法国吼，损失真济啦。想要趁这个机会，想讲敢有可能把这个损失赚回来？不过吼，来，我知影大家拢是这个选手的亲戚朋友，我嘛歹势叫大家帮我加油啦。等下若是感觉我的故事好笑吼，就大声甲伊笑出来，安尼好无？大家好，我是林如意，今仔日要来分享的主题是《C'est la vie》。一开始要来询问大家，若是讲到法国，你会想到啥物？是法国料理，无人会晓讲英语，是坐伫咧路边啉咖啡，也是足侪贼啊！以上你对法国的印象拢是对的。去年我去到法国做交换学生，我甲这档号做钱了人无带，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一档。安尼大家敢知影？我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C'est la vie，是咧讲什么款的经验吗？毋对，就是我掉贼头的故事。现主是我想要邀请大家甲我做伙倒转到我伫法国的第一天。经过21点钟半半摇摇的飞轮机，我总算是到法国啊！人讲行行袂着顶，所以我敢若会晓两句法语，Bonjour 甲 Merci， 我就出发啦。向前行，啥物拢毋惊。拄落飞机，我的心情是欢喜佮期待，甚至感觉法国的郊区好亲像台湾同款，舒适佮安全。我顺利落车、搬车，路面忝嘛小歇一下，轻轻开准备要起行时，喂，卡棒无去啊！1、2、3、4，太减一包啦！欠我上重要的迄包，卡棒内底有我所有的现金、信用卡、护照、电脑，所有上重要的物件拢放去啊！佮讲啥物拢毋惊，结果连面就出代志。但我一声好啊，我身躯无半身啊！我看我倒回台湾好啊！毋过我知影。即马冷静解决问题才是上重要的，无时间去互我挨爸叫母啊！我捡到一个故意人，我经过去问伊，敢有看到人偷摕我的卡棒？当然嘛是无。毋过伊足热心，用法语帮我斗问工作人员，佮关心我要安怎去学了。我喙齿紧夹咧，笑笑啊讲。哎哟，不要紧啊！Google 讲我行1点钟就到啊。伊哪安慰我，哪摕一张车票给我，讲朋友啊，这个唱词吼真适合学一句法语啦。C'est la vie， 意思是一切拢是命啦。用伫遮实在足对当的。来，拄落飞机，卡棒就用偷摕了。身躯无半身，爱行1点钟去学了。C'est la vie， 一切拢是命啦。总是拖过第一个难关，搁有第2个难关。当我去到学了的时，身躯啥物物件拢无。报到做的阿姨看我安尼，面变变讲，啥物拢无，是要安怎报到？伊无啥想要插我心内开始想讲，哇，这啥？可能真正爱去困公园啊啦！
你敢知？6點鐘安尼，我到法國已經6點鐘，已經超過6點鐘，無啉到一喙茶啊！哪想我的鼻孔血就哪鑽出來？我用我的血寫着“C'est la vie”，一切攏是命啦！哦，你來啊！好卡在，我的朋友願意來坐長途車，先來幫我納厝稅。互我會當順利摕到鎖匙，我鎖匙摕到手的時陣，心肝頭得到頭棒，佮演一出強要昏倒的戲，互迄個報道組的阿姨看，伊總算是笑出來，甲我叫轉去講，吼，凡事着愛細字啦，知無？出房間着愛鎖門，無論去倒攏愛鎖。我想，法國嘛是一個真有人情味的所在呢。講到這，唔知影大家敢捌看過一出連續劇叫做《下一站幸福》？有啊，我是無出演啦。毋過我的人生會當拍做一出連續劇叫做《下一站警察局》。我急要去報案，經過警察局一間找過一間，若毋是無開，就是講，我要下班安尼，啊無你明仔載會早較來好無？我目睭金金，看到我電腦的 GPS 愈走愈遠，愈走愈遠。3天了後，伊已經走去佇尤克蘭啊，可能去做兵啊吧。唉，C'est la vie，一切攏是命啦。踏出警察局，朋友看我失神，緊帶我來收驚。你可能咧想講，法國要咧收驚哦。無啦，是林美如地驚啦。哦，一直到這個時陣，我才有心情來去欣賞街仔路的風景，心肝總算是切落啊。來，大家講這個故事有喊無？這就是我佇法國的頭一天，莫名其妙互法國拍斷手骨的一天。毋過吼，人生就是喊喊啦。萬事着愛看較開的，若拄着不如意的事，咱總是會當做伙講一句 C'est la vie。來，大家做伙講 C'est la vie。鈴，等下哦，我法國的朋友打電話給我，喂，我咧比賽啦。哈，你的手機啊佇法國互偷摕？哎喲，我甲你講，這真正一切攏是命啦。來，大家做伙甲伊講。C'est la vie。我是林柔伊，多謝大家。